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哋繼續嚟到讀以西結書，今日已經嚟到最後一講，就第6講。所以以西結書只有6堂，我哋用6堂就讀完一卷書。呢一堂就講到一道河同埋新嘅地。原來喺聖殿入邊有水流出嚟，呢個嘅水越嚟越大，呢個水越嚟越漲，呢個水越嚟越高，就終於成為一條嘅河。呢條河一路越升越高，呢條河一路升高。神就係咁樣要祝福呢一座新嘅城、新嘅地。好，我哋先嚟睇第47章嘅1到5節，就講到有水從聖殿流出嚟，點樣成為一條河。他帶我回到殿門，見殿嘅門檻下邊有水係往東流出嘅，原來殿面係朝東嘅。呢個水從籃下由殿嘅右邊喺祭壇嘅旁邊係往下流嘅。佢帶我出咗北門，又將我從外邊到朝東嘅外門，見水從左邊流，從右邊流出。佢手就拿住準繩，就往東出去嘅時候，量咗1000肘，使我越趟過水，水就去到我嘅果子骨，即係腳眼嗰度吓。佢又量咗1000肘，佢就使我趟過水，水就到腰啦吓，哇，到腰部啦。又量咗1000肘，我就趟過水，水就到腰。頭先講係水到膝，而家到腰。又量咗1000肘，水就成了河，我就唔能夠趟過啦，因為水勢漲起，成為可服嘅水，不可趟嘅河。哇！原來呢度水一路越嚟越高，越嚟越高，越嚟越高嘅。最先到嘅腳眼，跟住到膝頭哥，跟住咧到腰部，然後一路咧，我再唔可以行過啦，要游水啊，要浮在水中啦。所以證明呢條河係一路流出去，越流越高，越流越豐盛。然後跟住佢就見到乜嘢呢？佢話佢呢度水係會流入鹽海嘅，就使水變甜啊！大家都知道死海係全世界緯度最低嘅一個海，係海平線之下唔知幾多尺嘅吓，又係鹹嘅吓，因為入邊充滿晒鹽。所以你去死海游水咧，係成個人可以浮起水面嗰度，你拎住張報紙嚟睇都得㗎吓。咁我有好多人去過以色列，都會去過呢個死海嗰度嚟到游水嘅。佢話使水變甜啊，變甜就可以得醫治。哇！呢啲咁鹹，好鹹到好高嘅水，竟然叫人能夠得醫治，因為而家已經成為有活水。佢話海水所到之處，凡滋生嘅動物都必生活啊！哇！叫所有嘅動物可以喺呢條河嗰度飲到水，必有許多嘅魚啊！海水都變甜啦。呢個海水所到之處，百物都必生活啊！哇！呢條河去到邊度？百物之生，好豐盛嘅一幅圖畫。河嘅呢邊同埋嗰邊嘅岸上係生長咗各類嘅樹木，佢嘅果子係可以做食物嘅。
葉係唔會枯乾嘅，果子係唔斷絕嘅，即係兩邊全部都係果樹啊！哇！啲果樹呢邊結完果又到嗰度結果，呢邊結完果嗰度又結果，係唔會斷絕嘅，接住嚟到結果㗎，每月必結新嘅果子。有咩樹會每個月都結果子呢？真係我未見過啊！咁喺紐西蘭呢度呢，都有好多人喺佢嘅後院嗰度種咗啲果樹㗎嚇。我見過有種蘋果㗎啦，有無花果啦，有橙啦，有檸檬嚇。但係每一種果子都只係一啲嘅月份，有啲咧就每年結一次果嘅啫，有啲就每年結兩次果，但係都規定大概邊個時候結，有啲春天結，有啲秋天結啊。點會每個月都結果子咧？咁有啲解釋就咁多種樹，咁每棵樹一個月結果子，一月就呢棵，二月嗰棵，三月嗰棵，四月嗰棵，五月嗰棵，咪一路輪住落咯，咁咪每月都結果子。聖經俾我哋睇見呢幅嘅圖畫，係代表豐盛、極豐盛嘅意思。神嘅供應係從來唔會斷絕嘅，個個月你都可以食到新鮮甜美嘅果子。哇！神幾咁愛我哋，佢對我哋嘅愛，對我哋嘅供應，嗰啲葉係唔枯乾嘅，個個月都結果子，即係話供應我哋一切所需。好多時候喺啟示錄裏邊又話嗰啲葉子有醫治嘅功效。將來我相信喺新天新地係冇病痛嘅，因為病痛都離開，死亡都離開。我哋係永遠與主一同作王，喺新天新地入邊享受神俾我哋嗰種豐盛甜美喺天上極美好嘅人生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讓我哋懷念，讓我哋仰望，讓我哋期待新天新地嘅嚟到。咁先知以西結就俾神帶到去呢一個河嗰度，喺呢個新嘅聖殿裏面見到呢啲咁美麗嘅圖畫，讓我哋都想象一下，將來喺天上面嘅新天新地，同樣有一道河，河嘅兩邊都係果樹吓，果樹每個月結出果子嚟，叫我哋能夠得吃得飽足啊！葉子係能夠有醫治嘅作用。好，然後呢個就係神賜俾以色列地嘅境界，就係咁樣。好，到48章以西結書最後一章啦，就講到12支派所得嘅地吓，神係好分配得好好㗎，12支派各有佢哋所分嘅地，又有當獻嘅地、歸城嘅地、歸王嘅地，同埋城嘅局量啊，即係城有幾大幾闊等等吓。所以48章全部就係講到12支派要得到咩地，佢哋嘅地界係點樣，有邊啲地係應當獻俾神嘅，歸城嘅地又係幾多。然後最後喺48章35節有一句結束嘅說話，這城嘅名字必稱為耶和華嘅所在。呢座城叫咩名啊？呢座城叫咩名啊？呢座城就叫耶和華喺呢度，神住喺呢度，神住在人間，神與人同住。哇！就用咁樣嘅說話完結咗成卷以西結書。我自己好感動，我覺得係好美嘅一個完結。
我哋一生都期待嘅就與神同住，與神同居，居住在神嘅殿中。所以大衛喺詩篇裏邊時時話：我瞻仰神嘅榮美啊，住在神嘅殿中，比住在別處更好。我寧可住在神嘅殿中一日，勝似在別處住千日。大衛就一個嘅心願，佢好想就住喺神嘅殿中。點解啊？時時都能夠瞻仰神嘅榮美，神嘅榮美吸引佢，神嘅榮美叫佢羨慕，神嘅榮美佢何等嘅渴慕。各位，我唔知你今日渴唔渴望見到神嘅面？哇！如果你見到神嘅面，你會俾佢嗰份嘅榮光吸引，你會俾佢嗰位慈愛吸引。哇！你未見過一份愛咁吸引你嘅，因為你見到嘅就係愛嘅源頭。我哋嘅神，我哋嘅主，何等愛世人，佢將佢所有嘅愛傾倒喺我哋呢群兒女嘅身上。佢愛我哋到底。佢要與我哋同住，佢要與我哋同在，我哋要住在神嘅所在。所以呢座城有一個咩名呢？就係耶和華嘅所在，神嘅地方，神嘅城。讓我哋今日都等候耶穌基督快啲翻嚟，我哋可以面對面與主見面，與主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與主同在。讓呢個成為我哋嘅渴慕，成為我哋人生一路祈禱嘅目標。主耶穌啊，我願你嚟，願你快來。阿門。願天父賜福俾各位。